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15号，下一周的盘前规划。本影片纯属个人分享，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建议。如果帮助到您，欢迎按赞、订阅、分享。首先来看到加权指数的部分，上周有提到加权指数即将在这边要来挑战这个压力支撑的互换区域。那目前，因为有提到上周五是一个夜盘一个长红，就是非农指数公布后一个长红的一个上涨，在期货的夜盘，所以一定会出现一个开高跳空的一个走势开盘。那也要留意到的是前面这边的一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期的震荡。那这边可以留意到的是行情也在这边横盘了3天之后，那在周五的部分再次因为一次一个上涨，它将行情带到了新的高点，再开一个开盘价，那也是接近前面的这个转折区域，那再次的受到一个压制。那短线上来看，在这边可能会形成横盘，但是要留意到的是它行情已经脱离了前些日子的一个盘整区域，要来挑战上一次的一个转折高点。那行情没有在持续上涨的过程中，就是留意横盘区域的区间下缘，那可不可以找到有还不错的进场机会？那如果行情持续的去做一个上涨的动作，那追高就要留意前面的高点，还有这边更长时段的一个位置会不会出现一些压力？那也要留意到是15000这个关卡价格，也是值得留意的一个位置。那如果没有在这边把握到多单进场的人，也是要可以去观察说，待行情如果有回到这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之后，去做一个整理，再来去做一个多单的进场，会比你在这个前高压力支撑互换区，那甚至是目前出现一个盘整的状态下去做一个多单进场，风险还要来的稍微小一点。那可以留意到是，只要外资在这边有连续性的一个大买，连续性的一个长红的买进，都会造成一波的行情。那就要留意到未来的行情会不会延续。那在4个工作日，台股就要进入那个春节的假期。那剩下的交易天数可能对于行情的波动就会比较小一点。大家留意到的是，在过年期间，所有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年后整体开盘的一个走势。那如果我会担心的话，就是尽量不要抱股过年。那如果可以期待，而且会觉得未来的行情是不错的话，当然可以持有自己的股票，但是要留意到前面的这些位置，或者是自身的持股有没有接近前高，或者是突破前高失败的，就要留意行情是否会做一个转折。那目前大盘来看是突破了一个整理区域之后，目前稍做一个休息，只要整体的这根的 K 棒没有带跌回到这个区域之下，还是可以持续的去等待整理之后往上的一个行情。再看到台指期货的部分，台指期货呢这边也是一样突破了这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之后，那目前也是即将来挑战这个前面的一个高点的位置。那目前周五的夜盘是收了一个上涨的 K 棒，那可以留意到下个礼拜一，也就是明天，行情能不能够突破前面的一个转折高点，那这样就有机会持续来挑战更前面的一个高点位置。那目前行情就是维持着在一个突破之后的区间上缘，但是只要留意到是短线才要进多单的话，就要留意行情会不会碰到转折。那这样子受到压力的话，可能再去做追单的动作就有机会会被行情的压制所停损。那如果有回来整理，有
这边当做是一个极短线的一个整理低点的话，行情有回来，当然可以在这个附近寻找适合的停损区域，合理的停损价格去做一个多单的一个布局。但是如果它跌回了这个整理低点，长红 K 的一个收盘价以下的话，那就留意到行情会不会再次的陷入盘整。那目前为止就是持续的去期待一个突破之后的第二次的再次突破，去留意到行情能够站上这里的转折区域，压力变成支撑，回撤之后要再去做多单的进场也不会太迟。突破之后，那在等行情有回落整理，出现转弯的下影线，或者是一些明确的横盘整理的一些低点之后，再去做多单的测试也不迟，至少会比在这边直接去进场最多，等待突破这样子的行情还要来得安全一点。再看到金融指数的部分，金融指数相对于加权指数的部分就来得比较弱一点。那行情是突破之后，连续4天就没有再创下新的一个高点的价格。那行情连续的收在区间的一个下缘，就留意这个缺口，近期出现的一个缺口，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相对应的支撑？那在这个位置，若出现明确的下影线拉回之后，再到下个位置附近去找适合自己的停损空间，去做一个多单的测试。那当然，如果只要跌破这个低点的一个下影线，或者是跌到区间之下，那停损的速度就一定要严格并且快，不要让自己的部位受到严重的一个亏损。再看纳斯达克指数期货的部分，那指数的部分呢，就有提到上个礼拜这边形成一个 W 的底部，那也有提到前面这次的低点进行了一次的反弹之后呢，这边有明显的有一个下跌，但是最后却拉了回去。那再来就是延续着上个礼拜的行情，一路的上涨。那现在呢，也突破了过去的压力支撑互换区，那就要留意到下个礼拜能不能够明确的突破这一段的一个下降趋势线。在这边可以明确的观察到一个横盘的整理，更大时段的一个横盘的整理。这样子的一个区域伴随着下降的趋势线，那这边就是一个类似箱型整理的位置，那它的区域可能比较大一点。那要留意到下降的趋势线，如果能够在这边明确的在未来能够站回去进行一个测试之后，这边的压力支撑互换区域也能够提供一些支撑。这边碰到阻力下来，这边再次的做一个支撑的防守之后反弹。那当然，在这个附近又是下降趋势线，就可以找一个适合布局多单的一个进场点。那如果下个礼拜行情碰到一个反压，那当然在这边的位置可能就要等待有整理，再去做一个布局。那目前来讲，如果行情能够持续的突破下降趋势线，还有这边的一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之后，再次的回来测试，能够成功的防守，出现下影线，出现盘整，那在这个区域的附近，就是适合去做一个多单布局的位置。那当然，跌破的话呢，停损这个位置还是要紧密一点的，严格，并且去遵守你的交易计划。那也要留意到的是，这个下降趋势线是非常长时段的一个，几乎为期要1年的一个下降趋势线，所以要留意到行情如果在这里碰到一个明确的一个拐头向下的动作，
多单也是要去做一个停损。那空单的话呢，或许可以在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长上影线之后，在更短的格局里去寻找一个做空的一个交易计划。再看到美元指数的部分，那美元指数上周有期待，一直都有期待说这边的一个 W 底能够形成之后，再次突破到这个区域之上，形成一个突破之后回撤去做多单的计划。那这边的部分被连续2根的一个 K 棒打破。那之前也有提到说，如果在这个最低点的部分在这个位置附近寻找一些下影线出现之后反弹的计划，也是可以去做把握的。但是就是要严格执行停损，跌破这边的最低点，或者是这附近的最低点就要做停损。所以呢，通常这边可以有机会做到，那就算是亏损，也会严格的执行停损的话，至少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那这边来讲，跌破了整体的一个上升的趋势，未来我们就是要去期待说，在短格局的状况下，回来做一次的一个测试之后，会不会出现压力支撑互换区域的一个反压，还有这条趋势线的一个反压。那如果有出现类似这样子的反压走势的话呢，在这个位置跌破之后，去做一个空单的布局，延续的这段时间的一个下跌，也是还不错的一个交易计划。那这样子还有很多人会想要询问说，那我们还适不适合换美元？那觉得适合的欢迎底下留言，不适合的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大家的想法。那我们就是看这个线图出现怎样子的走势，再去做类似的交易计划就可以了。或者是例如像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走势，跌破之后呢，回来做了一个测试之后，再持续往下。那在这个位置附近呢，当然你要开一个空单，就是还不错的交易计划。当然停损的部分就是这根转折的最高点，或者是自己可以承受的一个风控的位置。再看黄金的部分，黄金是一直延续着一个上喷，之前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回撤在上的机会都没有出现，那我们就是持续的目送它一直上涨，因为要去做一个多单的进场，也很有可能会被停损，所以我们就是持续的没有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计划。有时候行情就是这样子，一直喷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适合的进场机会。那这边可以看到是在更长的时段来说，这边都是有一些转折的位置，那这里也是比较一个像颈线的位置，也是之前压力支撑互换区的地方。那目前的行情来到这1910几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出现反压的话呢，当然我们就可以期待它再次的出现回撤之后，再出现拐点，再去做多单的进场。那如果还是持续的去往上喷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比较难以去做一个进场的交易计划。再看到比特币的部分，比特币呢上个礼拜迎来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既然连礼拜六也都有持续的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那这边可以观察到行情突破这个很长时段的一个整理，之前提到的一个长黑 K 的一个下跌的高点。那照理来讲呢，这样可以完成一段的一个等幅的一个上涨。那目前目测下来也差不多有完成一段等幅的上涨，甚至还有一点超过。那这样子来说呢，如果行情也在这个前高的位置去做一些震荡的可能，也是蛮合理的。那如果行情要再回来做一个回踩的话呢，可能2万这个位置整数关卡可能去做一个期待，毕竟它这样子承经这样子一段的上涨，
还要再回来，还要再期待它可以回来。这一次长时段的压力支撑互换区可能就比较难一点了，因为这边累积了非常多的一个交易机会，然后量能的部分也是在这里累积很多，所以一连串的一个轧空这样子的部分，还要再回来到这边可能就比较难以遇到。那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够回来到的话，回来到这边的话，出现拐点一定要比较勇敢的去做一个进场，当然停损也不是随便就不需要的，就要留意到转折的低点去做一个停损的部分，不然这样子一波行情没有把握到也是蛮可惜的。虽然常常会错过一些交易机会，但是如果当行情有出现的话，没有把握到，自己内心也是会觉得可惜。那目前来说，才要去做多单进场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毕竟是在一个前面的一个压力支撑，起跌的位置，然后也完成了一段的一个满足。那如果再出现一次的整理出一个新的区间的低点位置，或者是它回来做一个测试之后出现转折低点，再去做一个多单的计划也不迟。再看以太币的部分，以太币跟比特币一样，在这边出现了一连串的上涨，也突破了这个区间，也可能也完成了一段的一个满足，大概也差不多满足了一段的上涨。那前面的高点1600的这个整数价格也是出现了一个整理，那也是跟比特币一样呢，现在才要做多单的进场，可能就会碰到一些整理。那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能持续的突破，但是就以整体的风险报酬比来说，如果它要回来测试，不管1500、1400，再去做一个转折低点后，出现一个低点位置之后，再去做多单的进场，会是比较安全一点的。那如果它持续上喷的话呢，就要等它明确的突破整数价，还有前面的高点之后，我们再去等它有出现整理，再去做一个整理区间低点，整理区间新的低点之后，去定义它一个位置，让我们去做合理的一个停损设置，这样再去做一个交易计划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那快要过年了，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